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卜蜂食品集团打算要伫花莲的凤林、光复等等的乡镇来起6座的饲鸡仔场，但是在地人真无赞成，再去大家少少咧1000桶人游街抗议。捍卫乡土，捍卫乡土，捕风滚蛋，捕风滚蛋。几千名乡亲以游行方式拒绝卜蜂食品打算伫凤林、甲光复等地起6座饲鸡仔场。因为我们凤林是国际慢城，整个花莲县是观光大县，所以我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捕蜂离开，对，我们不要回馈金，对，不要摸头，那个就业机会也很少，我们也不要。游行路线经过凤林镇的大街小巷，手举白布条，就是希望讲饲鸡仔场卖起伫遮。在地乡亲反弹的声音遮大，县政府嘛赶紧动起来，立章发表声明，伫无甲民众出入共识进前，考虑将这个有争议的新设饲鸡仔业者申请案拢撤销。本来县府的清明时间，县长施真为今日要到凤林甲民众面对面，因为疫情来取消。不过抗议民众唔敢放松，无达到目标，无要算。加油！前进幸福！前进幸福！地国侦证署凤林镇长将转交予县长施真为卜蜂公司方面，这是对县政府打算撤销的决定感到遗憾。因卖继续甲乡亲沟通，打算伫6月13举办公开说明会，来降低地方的顾虑。